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16章10节到13节。路加福音16章10节到13节。和本圣经在106页，其他版本请看荧幕。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；在最小的事上不义，在大事上也不义。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，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给你们呢？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，谁还把你们的东西给你们呢？一个仆人不能侍奉2个主，不是爱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以上，现在我们请陈牧师来讲道。他今天讲的题目是圣经经济学。圣经经济学。我们同心来祷告。慈悲爱们的父神，我们向你献上感恩，你的看顾与保守，带领我们安然经过一个星期。主也谢谢你，让我们在主日的早晨在这里聚集。主也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和你的灵，让我们能够更加领受你的心意，更能够领受你对我们的计划和旨意。献上我们的祈求与感恩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嘉光福音中心从今年开始，也改为上午来聚会，所以大概有1个月的时间，已经没有和大家在这边一起来敬拜神，但是能够回来这边和大家一起来敬拜，觉得好像回娘家的感觉。好，那嘉光福音中心呢，到这个礼拜就要满1周年。好，我们是从去年的2月5日开始，好，那设立在龙安街181号地方。那在过去这1年当中呢，有许多教会的弟兄姐妹，好，这个热情的去支援，每个主日的下午4点到5点半，好，那我们教会大概总共好将近要200位的弟兄姐妹，好，前去参与支援，在每次的主日聚会当中、礼拜当中，还有服事当中，献上感恩，也相信上帝要祝福。也在大家的这些资源当中，嘉光能够很顺利的一直来进行。而我们也从4月开始有小组，6月有查经，然后到7、8月的时候开始来招募开拓的同工。好，那总共到9月的时候呢，我们有招募了25位的开拓同工，要留在嘉光，好，至少2年的时间，在那边来做开拓的工作。所以也让这个开拓教会的过程呢，能够相当的顺利，好，相当顺利，而且都没有欠缺。在这一切的进行当中，我们有遇到一些危机，但是这些危机呢，也就是转机，就是我们在刚开始的上半年呢，我们就有收到县政府的这个拆除科，好，来函说我们租用的那个房子有违建，好，要来拆除。那到了6月的时候呢，来拆一次，后来我们跟他签自行要拆除，然后到8月的时候呢，8月30号，好，他就真的拆除大队来拆。好，所以把教会的礼拜堂、骑楼还有后面，好，总共挖了4个大洞。好，在这拆除的过程当中呢，我心中也很担忧，也很彷徨，就是这个聚会的地方，好，该怎么办呢？好，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挖了一个洞，没有办法在那边做礼拜，好，所以在我们图片的右下角，好，可以看到这个挖完之后呢，好，这是复原的情形。好，多了一个讲台，好，那个洞继续还在那个地方，好，但是那个屋主呢，好，房东他就为我们做了一个免费的讲台，好，让我们可以在上面使用，好，然后后面他也都尽量修复，好，在1个礼拜将近10天左右，好，把它修复完成，所以对我们目前的礼拜没有造成影响，但是也在这样当中也开始让我们去思考，就是说如果这个使用的地方空间，好，有它的不合法性，好，因为这个来检举的呢，好，不是邻居来检举，好，那据了解，这个检举的是房东的亲戚在检举，而且他好像是要不断的检举，一直的检举，所以我们也认为这不是长久之计，那也回来到教会里面来报告，所以教会就开始授权，好，有小组，好，去寻找另外可以租或买的地方，所以一直经过了将近4个月到5个月的这样努力，这当中我们有去看了很多的房子，甚至地，好，甚至可以买的这个空间等等。好，那后来我们就最后也经过小会同意，就是要以中山路1058号5楼的地方，就是在爱买的对面，
好的胡须章的楼上5楼，好作为这个家光好要购买的礼拜堂。那这个总共的售价呢，好从一开始的报价2000多万，好到最后我们谈的价钱是1030万。好，那它的登记的坪数有62坪，好，那它可使用的坪数呢有73坪。好，那加上中介费用、代书规费、土木装潢，好以及设备器材，好总计需要1260万左右，1260万左右。那当然对家光来讲，这还是一笔很大的负担，好，因为家光才刚开始，还未满1岁，还没有1岁。好，那在这里面呢，我们有做了一些空间的规划，好，里面大概可以使用礼拜堂的空间。可以有40坪，然后有包括教室、有教育的空间、行政的空间、厨房和厕所的空间等等，好，刚好可以完整的来使用。好，那我们的这个财务的规划呢，好，那也感谢迦南教会小会好全体的支持，好，愿意提供800万好做补助款，好，那家光呢也要向互助社来借款500万，好，那接下来会继续透过天国房屋的认现，好，天国房屋的认现就是。好，可以一个砖块是1万块，好，那总共是200个砖块，好，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自由来认现。那也其他的呢，如果不是用天国房屋的砖块认现呢，好，也可以用小额或定额的认现。那加上其他总会还有北大跟中会的补助，大概刚好可以来买下这一间中山路1058号。那如果我们有去过这个地方呢，这个地方的交通还有停车，还有它的可视度。还有活动的使用的空间，都会比龙安街181号来得更完善，所以我们感谢上帝。那也要在今天第2场的和会当中，来经过会员和会的表决，让家光在过去这1年当中遇到的危机，但是呢，在短短5个月之内呢，成了一个转机，一个新的契机，也盼望我们弟兄姐妹能够继续来支持家光，因为这是迦南教会所开拓的教会。也需要大家的带导和一起来关心和奉献。今天呢，要用这个圣经经济学和大家一起来分享。我们知道现在的社会新闻，这将近1年1、2年的时间，都一直在报道这个经济不景气，经济一直在亮这个红灯蓝灯的警讯，以及这个经济上面呢许多的改革措施方案等等，却都是无底洞，一直看不见好转。但是呢，在圣经当中，其实有很重要的原则，是让我们可以来学习，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来思想，如何让我们能够在经济上面能够蒙受上帝的祝福。首先呢，第一个原则就是关于我们的收入，必须要认真的工作，认真的工作。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3章11节到第12节，保罗这样子对帖撒罗尼迦教会说。我们说这话，是因为听见你们当中有人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，整天什么事都不做，专管别人的闲事。12节我们一起来念：这样的人，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警告他们，命令他们要安静下来，亲手来维持生活。在我过去神学院实习的当中，去到3重的一间教会。里面有一个年轻人呢，他就是属于游手好闲，不爱念书，也不喜欢工作，他就整天无所事事。那晃呢，晃到教会来，在教会当中呢，觉得教会还蛮有趣的，许多年轻人，所以就偶尔来，后来变得常常来。那这个年轻人呢，他原来是一个在边缘就是喜欢闹事啊、打架啊，然后差一点都要被退学啊等等，但是呢，经过了10年之后，我在脸书上和这个年轻人在脸书上相认，他就来认我，他就说博志哥，好久不见，说你最近好吗？他说他现在呢很好，他已经结了婚，生了一个女儿，现在老婆呢又要怀了一个儿子，然后呢他在云林的地方开了一家电器行。然后呢，他已经买了2栋的房子，不是2间哦，买了2栋的房子。哇，说你怎么这么改变这么多呢？我记得我以前对你的印象就是又不工作又不念书，这样混。他就说呢，他很感谢教会对他的鼓励，让他的人生呢起了很大的转变。所以他现在呢过的生活，他很感恩，他很珍惜
他所现在拥有一切，他现在不过才27岁，才27岁而已。让我们看见，当一个人如果能够在工作上面认真，其实他是有机会蒙福，他是能够蒙受上帝的祝福。在圣经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工作，在圣经当中，亚伯拉罕也有工作，大卫也有工作，连耶稣他有没有工作？耶稣也有工作，他有做木匠工作。扫罗、保罗、彼得、约翰这些人，他们都有工作。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说上帝造人就是要人享受在这世上的一切，所以我们不用工作，上帝会赐给我们玛纳，上帝会为我们预备一切，好，就在家里面就钱就会自己来。其实连耶稣都工作，我们不需要工作吗？我们需要工作，并且在工作的上面要认真的工作。请我们一起说一次：认真的工作。我有一个弟弟，有一个妹妹。我的妹妹是读台大国贸系毕业，我的弟弟是读这个师大美术系毕业。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找工作？台大的国贸系的比较好找工作。但是呢，当我的弟弟呢，他毕业之后呢，他就按照他的兴趣创业，做了这个电脑绘图还有插画的设计。他呢成立了一个工作室。那时候呢，他因为本来是读师大要公费。后来他不喜欢当老师，因为他当老师呢，一天到晚在跟学生借电动玩具来玩，所以呢，他觉得他不适合当老师，他就赔了公费，然后呢，他就去做他喜欢做的插画绘图。那他成立了一个工作室，就叫做 Stay Real。我问他说这个 Stay Real 是什么意思呢？他就说我的真迹的中文名字就叫做认真工作室。他没有其他的想法，他就只知道他要认真的工作。结果经过了10年，他的工作室呢，现在已经不是一家工作室，是一家连锁的公司，是专门在做潮牌的衣服、年轻的衣服，并且呢，开了将近20家的店，连锁的店，甚至开在上海、开在东京、开在马来西亚很多地方开连锁店。让我们看见，当我们一个人如果能够拥有一个认真的态度，在你的工作上面，不论你念的是什么样的科系，不论选择是什么样的行业，你都会有机会，所以，工作是所有经济的基础。好，我们一起说一次：工作是所有经济的基础。我们的政府想要把经济搞好，其实最重要的是应该照顾到所有人民的工作的这一块部分。如果呢没有把人民的工作好的经济的基础做好稳定，再怎么样的投资，再怎么样的建设，只是让有钱的人更有钱，但是劳工仍然是辛苦的工作，却没有办法让经济好转。第二个原则就是我们有了收入，我们必须也要懂得支出，就是花费的计划。请我们说一次：花费的计划。你怎么样去支出？你怎么样去用钱？在圣经里面有教导我们，箴言21章第5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：计划周详的人富足，行为冲动的人贫苦。这是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，今天都是用现代中文译本。当一个人他懂得去用钱，而且用钱之先，他会先去思想、设想，这样子的人就会富足。但是有的人他用钱是凭着心情，靠着感觉，好，今天出门不晓得会花多少钱，回来也不知道剩下多少钱，这样子的人，好，到最后他可能就会造成贫苦。这一个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当我们要花钱要支出，我们必须要懂得做预算。我们一起说做预算。做预算呢，其实包含2个部分，一个就是记录过去，请一起说记录过去；另外一个就是规划未来。在我们今天要开的和会，就是来看我们过去的记录，还有我们未来的计划。这是在教会当中我们可以学习最好的功课。在教会当中，我们做这个和会的报告，其实就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一种教会的资产，就是让我们懂得去看教会我们手上所拥有的，怎么样能够有收入，同时也懂得怎么样支出。从我们的过去来看未来的支出，所以你要知道你的钱到哪里去了。很多人活到60、70岁、70、80岁都不知道他有多少钱，也不知道他的存折、他的户头剩多少钱。这样子人虽然过着安逸，其实也容易导致贫穷。因为如果他没有做好记录，没有做好规划，
它的支出很容易就有破洞。所以这是第二个原则。第三个原则是长远的投资。我们有了收入，懂得支出，我们要开始储蓄。而储蓄呢，如果现在存在银行，根本存在那边钱会越放越薄。箴言13章的第11节告诉我们，我们一起来读：不劳而获的财物瞬息耗尽，勤劳累积的财富日日增加。我们在教会有这个储蓄互助社，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功能，就是鼓励我们储蓄，而且呢不断的强迫我们要储蓄。那我们在储蓄当中呢，长久经过时间，每一个人都可以累积到一笔的金钱，而且透过互助社各样的规划和回馈，你借款还可以还股金、利息等等，让我们可以享受在这个储蓄当中各样的好处。但是呢，有的人呢却没有这样子的眼光。我有收入，我也支出，但是我不要投资，我不要储蓄。所以有人说，上一代是有多少就存多少，然后到了这一代是什么呢？有多少就花多少。那请问下一代是什么呢？花多少，然后呢欠多少。好，这个借债好，然后子还好，然后这个债台高筑。我们现在的消费券好，3年前、4年前所使用的消费券，还有现在日本在印钞票好等等这一些的事情好，都是不够长远的想法，但是已经被逼到走投无路，好像要靠这样子来举债，好来印钞票来过日子。我们去参加过去这个礼拜，我们去参加牧传会，那这牧传会的主委呢，他跟我们分享好一个很有趣的数字，就是呢，好一个人的退休好大概要存多少的钱才够呢？然后他根据调查呢，好如果退休的年纪设定在60岁，60岁可不可以退休？现在大概60岁的退休已经算很早了，很多人到了60岁，都还没有办法，还不敢退休，不是没有办法，是不敢退休。如果60岁要退休，好，然后每个月的花费是3万块，存了，好，然后呢，他的平均年纪到80岁，他总共需要存下3万乘以12个月乘以20年，总共是720万。一个人如果你要退休，要存720万才可以退休，你觉得有没有可能？对有的人来讲，720万，昨天年轻人说720万太少了，好那么少，好，但是呢，对现代的很多人来讲，720万很多啊，有这720万，但是呢，这是一个假设，是一个迷思，就是如果你退休之后，你不打算靠你的儿子女儿，你不打算跟家人好生活，你独立的生活，你需要有这样子的金钱，才能够安然的过日子，安然的过日子。但事实上呢，长远的投资并不是只有在金钱上面，还包括在养儿育女上面。有人说我为了720万，好，那我不生小孩了，好，我就不要结婚了，好，我就拼命的存，好，但是呢，其实到了他60岁、70岁的时候，他会感受到一个非常的孤单，没有结婚就没有伴，没有小孩，好，他必须70岁自己倒垃圾，70岁自己洗衣服，必须要自己做这些的事情，没有人可以帮忙，可以照顾，所以我们需要更长远的眼光。在圣经当中，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每一个都是蒙受上帝的祝福，所以鼓励年轻人应该要怎么样早婚，而且呢要多生，早婚多生，尽你可能的生。第4个原则就是要享受 enjoy 你的工作、你的收入、你的储蓄，就是知足，享有的知足。请我们一起说一次：享有的知足。很多人他工作、他储蓄、他投资，可是他不满足。好像这个郭台铭，他可不可以退休？他的钱绝对够他用，可是呢，他没有办法退休，因为他还有他不满足的地方。退休了又付出，退休了又出来。希伯来书13章第5节这样说，我们一起来读：不要贪慕钱财，要满足于自己所有的。为什么不敢退休，不能好好享受？因为他有担心，他有恐惧，他有很强烈的不安全感。但是呢，在这一个希伯来书13章的第5节后面又这样告诉我们
我们一起来说：因为上帝说过，我永不离开你，永不丢弃你。上帝说我永不离开你，永不丢弃你。这句话比你有更多的存款更受用。去年有一个姐妹受洗，她说呢，在她认识主之前，她有很强烈的金钱的不安全感，所以她出门的包包一定要带好几千、好几万，她才敢出门。可是呢，因为她的钱财都给她的儿子啊、女儿啊，通通用了差不多了，所以呢，她也没有办法每天带那么多钱出门，所以她就变得不敢出门。一直到后来，她的女儿跟她传福音，她信了主之后，她的这个不安全感得到释放，所以她说她今天只有带100块钱，她也可以出去坐火车去台北，一整天再回来，所以她得到释放了，因为她知道上帝不离开她，上帝不撇下不丢弃她，所以真正的知足是来自于倚靠上帝，真正的 enjoy 享受是在上帝在我们的里面，他们的帮助。所以这句话很重要，请我们一起来说一次：真正的快乐不在拥有，而在享有。你有的再多，不代表你会更快乐，而是你更担心、更恐惧、更不满足。但是当你能够去 enjoy 去享受，哪怕你有的再少，你也能够活得比别人更开心、更喜乐。这是第4个原则。第5个原则就是我们要懂得避免陷阱，必须要聪明的节制，聪明的节制。箴言28章第20节这样告诉我们：诚实的人满有幸福，想发横财的怎么样？难逃惩罚。诚实的人其实就会懂得节制，诚实的人他就知道他有多少，他就能花多少，他不会碰轰，不会打肿脸，然后呢充胖子，他不会去海派他不会去阔绰。但是呢，想要发横财，想要走捷径，这些人走到最后会走到哪里去呢？走到惩罚里面去。很多人可能都有买乐透的经验，乐透的投资报酬率是多少呢？我们来跟大家分析一下。乐透它的平均的中奖几率是2200万分之一，就是全台湾大家都买乐透，还不一定有人会中，不一定有人会中，因为还有100万人，还有100万人没有买。但是呢，这个乐透如果你要用平均的这个获蓝率来计算，你要花多少的钱才能够去中一次的乐透呢？2200万乘以50块，一次是50块，所以总共是11亿。平均呢，你要花掉11亿，你才能够中到一次乐透的头奖。现在讲的是头奖的几率。但是有没有可能花11亿去买乐透呢？你说那些人他们有人只花50块就中了头奖啊。那个都是几率的问题，但是我们现在算的是一个统计的数字。你要知道，大概你要花到这么多的钱，你才有机会去中到一次的头奖。请问你要不要去买乐透呢？而这个乐透它的投资报酬率换算呢是56%，前面加个负号，每一期的投资报酬率是-56%，就是呢你花了100块钱。你赚不到1块钱，你大概你要赔上56块钱，100你要赔上-56块钱，而平均算下来，每一年的投资报酬率呢是-99.99999， 35个9后面再加83，你的投资报酬率几乎是等于0啊，比这个黄金还要高的纯度。就是买乐透呢，是没有办法赚钱。跟你旁边弟兄姐妹说，买乐透是没有办法赚钱的。那为什么要买乐透呢？是为了要做公益。我知道很多人买乐透是为了要做公益。但是呢，其实做公益的还有更好的选择。你可以支持食物银行啊，你可以支持急难救助啊。但是呢，有的人呢，有的家庭呢，根据调查，在美国很多家庭，他们花很大的比例家庭的收支在投资在乐透上面，这些都是没有投资报酬率，都是一个无底洞，一直的投下去。
所以我们要懂得去节制，不要去走捷径。甚至呢，在新闻常常告诉我们，这些中乐透的头奖的得主，他们会不会过得比较幸福、比较快乐呢？通常他们都死得比较快。比如说这个月就有一个新闻，一个美国的这个高额奖金的得主，他才中乐透才3个月，就被他的家人暗杀、下毒药死了，真的死得比别人还快。甚至这些中的奖金，他们平均可以用多久？我可以一辈子吃喝享用不尽，没有，大概只有3年，最多到7年。他中的钱全部用光，7年之后呢，他不但没有存款，变成还负债，还要举债借钱去扫马路。这样的新闻的比例是很高，不是说每一个都这样，但是呢，我们要懂得节制，不要想要发横财走捷径。而最重要的原则其实是在第6，当你有收入有支出，你会储蓄，你会享受，你会避开陷阱，但是呢，你要追求的是更美好的，是属灵的原则，是一种超自然的祝福，就是奉献，尊荣的奉献。我们一起说一次，尊荣的奉献。箴言第3章第9到第10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你要用田地最好的产品献给上主，表示对他的尊崇。你这样做，你的仓库充满谷物，新酒盈溢，储藏不下。第一个奉献其实就是在亚当的儿子该隐和亚伯的献祭，一个献的土产，一个献的羔羊。但是呢，上帝要羔羊，不要土产，不是上帝喜欢吃肉不吃菜，而是呢，上帝喜悦亚伯他的心态，他就是一个尊荣神的心态。该隐呢，他可能是从他的土产当中选了菜桃啊，选了藕啊、韩吉啊，抱了一笼，一篮，就来到上帝的面前要献给上帝。可是呢，亚伯却是从他刚出生的小羊中挑了最好的来献给神，符合箴言第3章的尊荣的原则，尊荣神的原则。所以上帝就悦纳亚伯，就悦纳他的献祭，就祝福他。所以让我们看见，当我们在奉献上面能够去尊荣上帝，我们每个礼拜把我们奉献好的名字登在周报上面，这代表什么呢？这代表是要尊荣上帝。阿们。把这个名字登在周报上面，除了为了要征信之外，其实更重要的就是要来荣耀神。我就是用我的努力，用我的金钱来荣耀神，尽我的能力来荣耀神。所以不在于那个数字的大小，而在于你是不是让神得到应当有的荣耀。所以尊荣有2个原则，第一个就是神不怕你拥有钱，只怕什么呢？你被钱拥有。而第2个就是你在哪里尊荣神，神就在哪里祝福你。你如果在奉献上面尊荣神，金钱上面尊荣神，神就在金钱上面祝福你。亚伯拉罕他在他这个孩子上面，唯一的孩子以撒上面来尊荣神，上帝就赐福给他更多的孩子，多子多孙，成为多国之父。如果你能够在你的课业上面尊荣神，用你的成绩来荣耀神，上帝就在你的课业上面来祝福你。这是一个超自然，这是一个最棒的投资，是我们必须要去学习明白。而最后的原则呢是什么？其实最后的原则就是跟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。不管你的年纪如何，不管你是不是有收入，是不是有储蓄，是不是有能力能够奉献，你都要成为一位给予的人，而且要慷慨的给予。我们一起说，慷慨的给予。哥林多后书的9章第6节、第8节，6到8节这样说：要记住，少种的少收，多种的多收。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按照自己的心愿捐助，不犹豫，不勉强，因为上帝喜爱乐意奉献的人。到底我要给多少呢？有没有一个标准？除了当纳的之外，你所给的是按照谁的心愿呢？自己的心愿。换句话说，就是照你的感动。而当你按照你的感动去慷慨给人的时候呢，上帝会给你什么祝福呢？我们来看第8节，一起来念：上帝会更加丰富地赐给你们，
使你们不但自己充足有余，还能够在各样慈善的事上出力。你不但自己不会减少，还会多出来、满出来、有余，而且你还可以更多的去帮助别人。这是一个非常奇妙、一个非常吊诡、非常paradise， 就是逆理，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的事情。投资报酬率明明不是这样子啊，我的支出是这样，但是怎么可能会变成更多呢？给人怎么可能会收得更多呢？这是给就是给了，是拿不回来。但是呢，它的先前的条件是你慷慨的给，甘心乐意的给，不犹豫不勉强。你会越给自己得到越多，越给越能够去给别人。在美国的富比士杂志曾经调查，世界上拥有300亿美元的这些首富，300亿美元大概台币多少？9000亿，将近1兆。这样子的人当中呢，100个人里面有多少是犹太人？3%，75%是犹太人，而犹太人占全世界人口的多少呢？不到1%。100个人里面当中，不见得会有一个是犹太人，可是他们却能够握住世界的这些大部分的资源和金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就是懂得给予。这本书叫做《犹太人为什么有钱》，他就提到，书里面就这样提到，犹太人怎么样几千年来怎么教孩子的呢？他们教导他的孩子，我相信听听看，跟你教小孩的方式有没有一样呢？他教导他的孩子，在你成功以后，在你富裕之后，你要做慈善家，你要尽你可能的不断去帮助穷人，去帮助他们能够脱离困境，去脱离困境。这是一个很奇怪，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。做一个慈善家，有没有人一生想要当慈善家呢？你的志愿就是要当慈善家呢？在台湾大概很少很少，但是呢，犹太人就是这样教孩子：你要立志成为一位慈善家，成为一位慷慨给予、帮助人的人。而这也是造成为什么犹太人他们能够懂得在金钱上面有收入、有支出，能够有预算，能够有储蓄，能够享受，他们能够避开陷阱，他们懂得奉献，他们真正成为一位慷慨给予的人。从结论来看，我们要成为一位在经济上面蒙受上帝的祝福，我们要先求神的国，然后还要忠心做管家。世界上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追求，但是要追求的第一个优先是追求上帝的国、上帝的主权。而我们的身份不是主人，我们不是老板，我们是谁呢？我们是管家。今天路加福音16章第10节到13节说，一个人在小事上靠得住，在大事上也靠得住。在小事上不诚实，在大事上也不诚实。其实就在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有一个品格，诚实的品格，我们就能够蒙福。如果你们在处理今世的钱财上靠不住，谁把真实的财富托付你们呢？所以你必须要培养理财的能力，你要理财能力。如果你们对属于别人的东西靠不住，谁会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？我们要懂得管理，要有管理的智慧。没有仆人能够伺候2个主人，他不是厌恶这个喜爱那个，就是看重这个轻看这个。你们不可能同时做上帝的仆人，又做钱财的奴隶。这是我们要拥有的人生态度。你不是要上帝，就是要马门；你不是服侍钱财，就是服侍神。盼望我们能够透过这7个原则，在新的一年2013年能够蒙福，蒙受上帝的祝福，能够福杯满溢。我们同心来祷告。父神，我们向你献上感恩，在你的教导当中，你的话语里面藏有许多的宝藏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的。主，我们为我们现在的工作也献上感谢。无论我们的职业如何，主啊，都求你帮助我们能够认真的工作，殷勤的工作，并且能够在我们的工作上面、金钱上面来尊荣你，来荣耀你。愿你的话语成我们的智慧和帮助。
我们这时要同心用主祷文一起来祈祷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